各位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初6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家人籍福阳266号的渔船仔，昨昏伫日本 MB 大岛附近的海域，那像有违法的情形，去互日本的水产厅公务船处理，甲台湾籍的船长甲机轮长带走。经过渔业署、外交部甲日本交涉，船主汇保释金过去了后，船长等人是已经平安放回来啊。家人籍的福阳266号渔船，伫日本安美大岛附近海域，差不多偏甲苏东北平288海里，即破线外1.5海里，互日本水产厅公务船处理。海巡署得到报案了后，马上调派南投南去，渔业署透过驻日本代表处进行了解。经过我们渔业署的协调，驻日代表的协调，已经跟当地驻港办事处已经协调了。才花600万零6千，一切都是平安的。我的经济海域，我卖听，嘛是该重叠啊，对不对？嘛咱老卖我呢，1.6海里，1.5海里而已。台日友好，我哪知啊？你问你回啊，我你无回钱，买放人啊，买放船啊，你就看我的汇款单，看到钱就要放船放。福阳266号6月25为家人北岛啊出港作业，船顶有2个台籍船员，2个印尼籍的船员。家人批评讲，过去也捌去过被靠船的海域作业，拢无代志，唔知影为什么即摆就出代志啊？足侪像经济海域的重叠的问题，这要安怎讲？像咱甲菲律宾是毋是拢经济海域拢重叠？靠伊个靠还是嘛是爱自己讲啊，无啦，业界啊。经过协助，船主交保释金600万6千一票，佮由驻福冈办事处人员代为担保了后，船长甲船员提早放出来，等于渔船继续掠鱼。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偏湖的渔船仔大进满88号，去互中国压超过3天啊，到当时还未放回来。行政院长杜英泰昨昏阁甲中国发声，叫伊唔通甲局势愈加愈来愈紧张。咱国目前会当做的、会当记接的，嘛拢继续伫咧进行，希望会当赶紧甲人救回来。偏湖的渔船仔去互中国海警点检压回去，到当已经超过2天，还未放回来。行政院长杜英泰初5去立法院备询的时阵，佫一再甲中国话讲，唔通过度加关情势，而且讲相关的交涉等密切进行当中。中方能够保障人身的安全，那么紧速的将人船能够安全的让它回来国内。那相关的交涉，部单位都已经在密切的进行当中，希望比较快的时间能够给家属一个安心的答案。国防部公布，初5早起6点55分开始，小连续侦查到26架次中国军机出海活动，配合中国军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测试这一天有6架次的中国军舰，36架次的中国军机扰乱台湾，其中有35架次行过海峡中线，形成4面包围台湾的态势。台海紧张的气氛，互马英九办公室执行长萧玉银，佫一个批评讲，是因为总统赖清德坚持新2国论，佫一个要求赖政府应该承认救济共识。陆委会主委邱水正前一天强调讲，政府的立场无改变，两岸关系都是两岸关系，嘛去洪志义甲陆总统无共调。我们就是一中宪法嘛，邱垂正的这样的一个解读，我觉得是回到宪法的解读啊。但是当然，相应衍生的问题就是，很抱歉，邱垂正变成是夹心饼干。现实的状况跟宪法是不是一致吻合？这是我们要面临的现实政治的问题哈。那在主权上面，我想还是很清晰，两岸是互不隶属的。两岸的论述，佫一个引起朝野的论战。行政院长杜英泰回应讲，中华民国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隶属，这就是历史的现状。而且讲现处时并不是承认对方的条件，就会当化解威胁，呼吁民众应该团结，手骨屈入无屈出。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中央银行公布上新的消息，到6月底外资持有股票借款，按当日市值计算，甲代表存款余额计共是8371亿的美金。差不多是外汇存底146%，创下历史新高。过来看《中国时报》，申请按房贷顶一日行政院定出新的规定，正式展开违规借款户清点的行动。各国银行照要求提选出超悬风险的案件，差不多有1000户。按说7月中会启动对策，重新预约。再来看《联合报》，英国国会下议院大选的结果出来啊。
上大的在野党工党是赢真济，结束14年保守党的政权。英国首相会由偏左派工党党主席史凯尼来接，也那现任首相兼保守党党主席苏纳克承认败选，已经向英国国王查理三世来请示，嘛宣布甲党主席的职务辞掉。再来关心中油桃园炼油厂，昨日传出有一个工人无细致去嗅到真毒的气体硫化氢，造成这个工人当场怎无喘气、无心跳。也那因同事发现了后，是赶紧将人救出来，加在送病院了后是已经恢复生命的现象。也那硫化氢传开的范围是拢伫咧厂区内底，环保局嘛会持续做监测。大货消防车甲救护车伫炼油厂进出，陆续有17台消防车到场。中油桃园炼油厂初五下晡发生意外，不过即摆毋是火灾，是传出有大气体外泄。消防局派17车47人到场，环境部技术小组甲桃园环保局人员用监测器关注现场气体浓度，原来是外包厂商的工人伫做光线安装网板的时阵，技术空气呼吸器软管落落去，无细致数字硫化氢，好在在同时发现，赶紧将送医。炼油厂的一些维修的这个工人在实施硫化氢管线的加盲作业的时候，不幸吸入了硫化氢，造成了当场呈现一个欧卡的状况。好在经过抢救，这工人已经恢复喘气、心跳，医院咧继续救治。环保局也通知中油炼油厂关护水道，避免将水排入人坑体。初步调查，看气所在拢是将伫厂区内底，民众暂时免惊吓。记者综合报道。2024年巴黎奥运伫咧7月26就要举办啊！这届为着要推动环保的理念，主办单位决定选手村内底7000间的房间是拢无要安冷气。不过最近巴黎是一直咧靠烧风，天气是热较冻袂调，尤其是面对世界各国反对的声音，即马主办单位是解喙讲，伫7月底的时阵会先安2500台冷气。机场的旅客透过自动查验系统陆续通关，巴黎奥运就要伫当地时间7月26到8月11举行，选手嘛会伫这个月中陆续到巴黎。2024巴黎奥运期间，选手村会底超过15000个运动员、教练和工作人员。但是这届奥运重点伫绿色的环保理念，本地是决定无要替选手村的7000个房间来装冷气，但是会伫地底装冷水管降温，确保室内的温度是比室外低至少-6度。但是受到全球暖化的冲击，最近几年巴黎的气温是一直升悬。气象专家嘛有测法国当地7月到8月的气温有可能会到-34度。因为安尼，这项政策是互真侪方拢反对，包括美国、德国、澳洲、意大利和日本这些国家拢讲，因会家己替家己国家的运动员来准备移动式的冷气。因为各国的代表团一直施压，巴黎奥运会组织委员会伫初日证实讲，会伫7月底进前装2500台冷气，互超过1/3的房间来使用，这嘛代表超过一半的运动员敢若用电风来降温，而且若是家己造移动式冷气的，佫需要通过特定的能源消耗标准，毋是凊彩就会当用。L'objectif, c'est qu'effectivement, que tous les athlètes, quel que soit le pays, quel que soit le sport, puissent avoir le même niveau de service, le même lit, la même taille de chambre, mais aussi voilà, les mêmes espaces de restauration, le même accès aux laveries, aux centres d'entraînement et ainsi de suite. C'est un peu la particularité des Jeux olympiques et paralympiques. C'est 巴黎奥运的选手村是用绿建筑的设计，100%使用再生能源、零废弃物。奥运结束了后，会转型做社会主体和公共活动区，会伫2200户的家庭、学生宿舍和老人住体。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镜头转来咱国内，婚姻关系会武党籍的议长黄凯涉嫌利用伊的职务共收乌西钱，替公电的业者甲政官府的官员施压，摕到设厂的许可。新北地检署昨昏是分真济路去搜查婚姻县政府议长黄凯议会办公室，也有伊的服务处等等的所在。复审了后，法院认为讲黄凯罪嫌重大，有串证甲灭证的疑虑，所以将其尾是裁定羁押禁见。新北地检署指挥相关单位测试路南平分40路，搜查无党籍婚姻县议长黄凯办公室服务处，徛过甲婚姻县政府。
高约旦、黄海4个县副县长加业者总共21人。觉得很意外，也很震惊了。我想说，怎么昨天有突然有这个讯息传出来？其实我们对于黄凯议长就任以来他的这个处事跟为人，我们都非常的敬佩他。绿能在云林在云林怎么都会有这种事情来发生的话，那真的就要审慎要思考了审慎思考，到底绿能政策为什么会让政治人物都会去牵扯进去？除了议长黄凯，共限的还佫有3个业者，分别10万到20万交保。另外，婚姻馆建设处长李俊兴疑似有涉弊情形，20万交保。昨日建设处有4位的员工那去北上配合调查，相信本案在经过司法机关的详查之下，最终必能还给县府同仁公道。婚姻馆长张立生7号暗时访问日报回顾了后表示，伊相信司法会证明当事清白，也对因有信心。我想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希望能够尽速厘清，还给大家一个清白。黄凯是婚姻馆议会4连霸冠议员，去年10月底宝山胜出做议长，不过即马涉嫌向公田业者收钱，互检调所在约谈，搁一摆引起地方的议论。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伫通过国家语言法典法了后，行政院伫2022年核定国家语言整体发展的方案，按算伫2026年的时阵，要达成客语、原住民语，也佮有台语，拢总5万户的母语家庭。不过，其中台语的家庭是占4万户。不过到今一直拢无提出实际计划。即马文化部总算是提出书面的回应啊。因打算会用培训的课程，也佮有补助强学团的方式来推动。不过，有不少母语团体是认为讲，这款的书面的回应要是无够详细。为着要让本土的国家语言久长传承落去，根据行政院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文化部按算自2022年到2026年，要达成台语家庭4万户的目标。关注这个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张雅玲，伫今年3月要求文化部赶紧提出实际做法，但文化部总算有书面回应，表示要分做台语学习家庭甲台语文化家庭2种。伊就是有分学习家庭是入门的，可能伊的台语无讲足认真的，文化家庭就是因的台语较认真的，所以因拢是爱申请，拢是爱申请的，拢爱登记安尼，拢爱去上一寡课来指点，才有法度来认证伊是到底是学习家庭咧，还是文化家庭安尼。针对台语学习家庭，文化部希望用送台语饮食培训的礼包和上课累积点数的方式，来服务台语饮食家庭转变做有意识去推动台语的传承。立委张雅玲指出，这个做法也阁无够，应当爱把整体的台语资源拢规划入去。小朋友看的这动漫的配音啊、卡通的节目啊，这部内底应该拢有这个台语的部分因为这是创造一个大的环境。无你讲对这个大礼包，我是感觉讲。因为你无迄个人有啥物爱去学这物件，一定有这个刺激嘛。我有这个刺激来的时阵，我就想讲，开始会晓想，一直接触的时阵，就开始有这个意识嘛。另外，伫咧台语文化家庭的部分，文化部的规划是打算要用帮助强学团的方式，让台语家庭来申请进一步促进台语社区的产生。长期咧经营台语强学团的台湾台语路协会表示，要招强学上大的困境，都是要找到免费的空间。亲像客语，因有足侪客家文化园区，迄若是客语的团体去招，就是会使免费，也是讲会使拍钱。但是台语目前就是拢无安尼的所在，咱目前全台湾就敢若中华有一个台语的文化园区尔。另外，协会嘛呼吁文化部，若要规划相关的台语饮食培训课程，也是台语的相关活动，第一线执行单位嘛应当爱接受台语饮食的训练，对语言的传承、发展甲使命感拢爱有了解，互替台语保存的活动有一定的品质要求。记者卢尚如、曾俊友台北报道。电影风上头来看台湾中华文化总会主办的第5届台湾 Plus 文化交流的活动，今年是头一届伫咧日本的京都举办。这届活动的名称号做是京都新宝岛。这场活动内底包括音乐、放假、食食，甚至是宗教信仰，希望当强化台湾甲日本2国的交流甲合作。今年的活动是以夜市为主题，现场有超过100个台湾牌子的单位。伫这个活动内底，会当听歌、看放假，也阁有真侪有台湾特色的好料理，
是写几啊万人做伙来参加。除了要促进台湾甲日本的交流，嘛有少年世代新创文化展示。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今仔日暗时7点半，要带各位观众朋友来去日本的京都，来看真有台湾味的活动。好料理、音乐、甲服装等等多元的台湾元素，伫京都市矿业馆闹热出场。台湾中华文化总会为着强化台日的合作，每一年拢会去日本举办文化交流的活动。第5届台湾 Plus 今年头一届去到京都举办，咱国驻日本代表谢中庭嘛趁这个机会拍拼推销台湾的特色。叫做陈明章进国民较喜欢的台湾所以我也是有去买单。我介绍给护士说那个叫做温泉乡的味道是台湾的南阿市是北投温泉在唱的歌的看放假、听音乐、食好料理，各种的感受拢是一种文化交流。向来这个为嘉南边原来的气味，希望用偏调的感觉来听现属于台湾的故事。匂いすごいいい匂いもしてたので、ちょっとつけさせてくださいということでつけさせていただいたんですが、とてもいい香りでたちまち気に入ってしまいまして、彼女とお揃いで買いました。本当にたまたま通りがかっただけだったんだけども、いい出会いだったと思います。现场除了好食的食食，还有夜市啊游乐区，和尤其是耍个欢喜甲。这个穿拿白衬拖仔来领舞的头家，伊是一个日本都市设计师，三文治创业。伊伫大学的时阵，捌来台湾旅行。台湾夜市啊，都有闹热的气氛，互伊想要把夜市的文化带来日本。我的梦想是在日本也有夜市这个文化，日本之前有，但是现在消失了。现在的日本需要这些城市里面的夜市文化。新たな交流、出会いをつなぎながら、さらなるこの将来に向けた日本と台湾の間の交流の架け橋となる。日本是真侪台湾人出国旅游头一个选择。台日友好，毋是干那口号尔。两国伫文化交织当中，产生独有优雅的气味。每一届的交流，就集做珍贵的回忆，嘛为台日的经济、文化甲友情带来更较深的共识甲连结。记者洪条生、吴一修日本报道。每一年马祖出巡的时阵，拢会当看到规大帮人伫咧射景，看得出来马祖对咱台湾人来讲是真重要的信仰，嘛是精神的寄托。而且伫咱台湾各县市嘛拢有大大小小的马祖庙。咱台湾嘛有一个专门咧画马祖的画家黄祖平，由于2010年开始，就行路环岛来画马祖。到达是已经画超过200把马祖的形象啊！即马拄好伫咧中华展览，咱做伙来看卖。苗栗的白沙屯马祖，云林斗六的放假马，一百台湾各地头的马祖，是画家朱黄祖平的作品。伊2010年开始行路环岛，因为发觉每一间马祖庙的故事、神尊、雕刻手路拢无同，所以开始画图记录。行出去以后，甲大家接触，大家都甲我分享讲这是阮遮的马祖的。我感觉都家对这个图像有一寡认同，都毋若讲是画一个图尔，大家看到这个马祖的像，会感觉讲对伊有感情。我是感觉这个地方连接是真重要的代志。黄祖平10多年前开始画马祖，到今已经累积200多部的作品。即阵当地中华办展览，参观的民众表示，透过安尼创作方式认捌马祖是真特别的体验。会使因为安尼去接近咱的信仰，若是毋是信仰，嘛是一种艺术，我感觉这最重要的。较活泼、较亲切的，所以就会感觉马祖是生活伫咱的生活当中，毋是一个足平冷的神尊。会使甲马祖庙画了安尼遮水、遮有创意，我看了后嘛是感觉足欢喜的。画家黄祖平表示，台湾是一个海岛，所以马祖信仰甲人民、土地有真深的连结，嘛是咱生活文化的一部分。伊希望透过创作，互大众看到无同的马祖法相，互信仰毋若是信仰，嘛是一种艺术体验。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继续来看，伫美国有公益团体，因伫咧纽约市放真侪无共设计师画彩色的二手钢琴，
落地的民众看到，若是感觉有兴趣，拢会当去弹，而且有的民众看到会停落来，徛伫遐听一困啊。希望透过这个艺术甲音乐，会当化解911事件，互美国人的创伤，安慰因的心灵。走路坑又无共款设计师彩绘一手钢琴，互民众凊彩弹，佮邀请身躯边的朋友斗阵加入四手连弹。有时阵听起来真好嗨，啊，毋过人一齐斗阵弹虽然有点差，啊，毋过每一个人拢真有兴趣。由美国共享团体举办的唱响希望钢琴活动，伫纽约曼哈顿市中心复兴广场举行。这个共享团体成立的目的是希望透过艺术甲音乐，里面911带予美国人的上听。It's fun and noisy at the same time, but it's more fun. Some pianos just have different pitches. Some are out of tune, some are in tune, some are louder, some are softer, and it's always different for different type of people. For jazzy people, maybe they want a little out of tune. For me, I like a nice soft-spoken piano that's loud enough for people to hear. So it just depends on what you like to play. 那钢琴也有青年合唱团甲音乐家的专业表演。纽约居民讲，透过音乐将大家自做伙，还有机会演奏唱歌，是真美好的代志。It feels both relaxing and exhilarating because it's excit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s such a calming thing about piano music, and I'm excited also that it's a beautiful day. I always get concerned with outdoor things. Is it going to rain? So this is just can't get better weather than this. The sun's out, but it's a little cool, so it's great. 有民众讲，伊家己学5年，提起勇气来遮弹钢琴，当然也吸真侪音乐的爱好者来听。这场活动会伫纽约市的无共款地点放3礼拜，伫月底进行，任何人拢能来遮演奏。公司新闻新竹报平息。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6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7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7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